Hello，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Hello Anfield。咁今個星期周中嘅英超快車咧，就有唔少嘅大比數交易啦，亦都有令人意外嘅爆冷賽果，包括咗列斯聯主場3-1擊敗車路士。咁今日我哋就會一齊回顧下我哋對新特蘭嘅比賽啦，同埋做埋對列斯聯比賽嘅賽前預測嘅。開始之前呢，大家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同大家一齊傾下關於利物浦嘅轉會消息、球隊動態同埋比賽分析等等。啱啱過去嘅周四凌晨，利物浦就喺主場1-1逼和新特蘭。如果齋睇預算、人腳、經驗等等咧，會覺得呢個比賽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嘅。但係賽後嘅感覺咧，偏偏就唔係利物浦不幸失分，而係利物浦幸運咁攞翻1分。因為有睇直播或者入咗場嘅球迷咧，都應該會認同全場比賽見到嘅咧，就係一支失去方向、失去自信嘅利物浦。上一場作客贏咗韋斯咸2-0之後咧，本來都期待今場比賽咧就會迎嚟一個反彈，大家都以為球隊終於迎嚟一啲火花啦。但係睇完今場咧，新特蘭喺晏菲路嘅主動性、速度、團隊精神等等咧，都係利物浦現時完全跟唔上嘅。咁加力查喺直播都忍唔住講，呢一場真係非常非常令人擔心。而當一個出身於利物浦嘅傳奇球員都用 worrying 嚟形容自己嘅球隊咧，就知道原來我哋以為嘅反彈咧，都只不過係曇花一現嘅啫。我哋先嚟睇睇今場波嘅數據啦。利物浦有23次嘅射門 ，expected goal 係 1.37，而新特蘭嘅 expected goal 咧只係得0.54嘅啫。睇落去咧就好似利物浦算係主導嘅一方，再加埋對方嘅入波咧就係彈到雲迪克嚴重改變方向啦，就睇落去就好似有啲唔好彩。不過其實睇翻成場波嘅發展咧，除咗麥艾士打一下頭槌嘅組織算係做得比較靚之外咧，利物浦嘅23次射門入面咧，有大部分都喺禁區外嘅亂射，絕對係嗰一種咧猜下唔知點算好咁，不如射咗佢就算啦嘅射波嚟嘅，而唔係啲咩華麗嘅組織啦，利用走位或者節奏變化去拉開空間之後嘅真正機會。反而新特蘭嗰邊咧，雖然射門就只係得9次，但係真正嘅威脅咧就遠遠超過呢一個數字。佢哋一有反擊機會，一有長傳咧，就立即推進到前場啦，搞到利物浦嘅後防成場都騰震。簡單嘅傳中入禁區、搶第2點、邊路突破，每一樣都令到利物浦嘅後防帶嚟唔同嘅威脅。咁數據上咧，新特蘭就有6次射門中目標，其實利物浦射咗23次咧，都只係得4次中目標嘅啫。咁呢種情況係反映咗背後根本唔係把握力嘅問題，而係整套進攻思路出現咗根本性嘅問題。球隊完全冇辦法喺對方嘅防線面前製造到高質嘅機會。今場波嘅節奏咧就拖得太過慢啦，上場難得出現嘅長傳，蘇堡同埋域斯嘅第一時間配合，今場又完全冇晒，最終咧就演變成不停只可以禁區頂附近度橫傳啦，之後就有人忍唔住就抽一腳就算啦。咁呢一種踢法咧，好似又翻去幾個星期之前嘅比賽咁，一啲進步都冇嘅。而更加令人難堪嘅咧，就係利物浦而家已經變成一隊你會知道佢做啲乜嘢嘅球隊，對手都好清楚利物浦到底會點樣慢慢推，將個波交嚟交去喺某幾個球員嘅腳下，然後佢哋咧就會着重點樣去逼失呢幾個球員，令到佢哋失誤。咁對手搶到個波之後咧，就會立即用幾腳簡單嘅直接傳送去打出我哋最驚嘅反擊。咁講完球隊整體嘅問題咧，就講一講球員嘅個別表現啦。先講後防啦，今場雲迪克再一次被點名。咁對新特蘭嗰場嘅失波，其實對方龍門就一腳球門球踢上去，然後伊斯多亞就爭贏咗岡納迪第一點。呢一個本身就已經展現咗我哋對抗嘅問題啦。但係之後雲迪克咧搶翻第2點喎，咁明明以佢咁有經驗嘅球員咧，就應該控住個波停一停，諗一諗，再慢慢猜翻去旁邊嘅球員嘅，但係結果咧，佢就選擇求其一腳，直接將個波交咗俾對手，自己又即刻向後退，冇上前封咗。最後達利比射門嗰一刻咧，就係散中佢個背脊，嚴重改變方向而收死咗艾利臣。咁當然你可以話散中自己改變方向係不幸嚟嘅，咁但係其實明明呢個不幸咧就係可以避免嘅。呢球波咧就唔止係技術上嘅失誤啦，更加似係心態上嘅失誤。
作為隊長，作為全隊波最有經驗嘅中堅球員，佢係應該要企出嚟嗰個嚟嘅，用身體去擋啦，用決心去避免失球。但係而家你睇到嘅咧，就唔係一個再相信自己對抗能力嘅雲迪克，而係一個唔想受傷、唔想去搏到盡嘅球員。咁呢一個落差咧，就對我哋成條防線同埋更衣室嘅影響咧，都係好大。旁邊嘅哥拿迪同埋高美斯咧，今場都只可以用合格嚟形容。高美斯上場對韋斯咸嘅表現唔錯啦，但係今場咧，佢喺9次嘅對抗裏邊咧就輸足咗8次。面對住新特蘭體力化嘅踢法，完全搶唔贏。成條防線最大嘅問題就係對抗差，冇人幫手補位，再加埋中場回防嘅速度，就變成對手一個直線就打穿晒。你再諗翻幾年前，利物浦係點樣利用高壓、利用對抗嚟逼到對手失誤？今場波咧踢落去咧就好似完全係兩隊唔同嘅波嚟嘅。咁中場方面咧，麥艾士打今季嘅表現時好時壞啦。今場佢喺失波之前嗰一段咧，亦都係一次又一次俾人話過就過。身體對抗性唔夠啦，移動嘅速度亦都唔夠，補位咧就更加係慢半拍。佢嘅感覺咧就好似永遠都追住個波嚟跑。蘇古斯里本來今季咧一直都係發揮得最好、最有爆發力、最有運動能力嗰個球員嚟嘅。大家都期待佢成為利物浦嘅新核心啦，新謝拉特。但去到今場受制於對方中場嘅沙卡同埋沙迪基，佢喺對抗上亦都係完全佔唔到上風嘅，只能夠喺禁區外度重複咁傳中啦，重複咁遠射。上場同域斯嘅地面組織咧，今場波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咁講埋前線啦，問題就主要出現喺伊薩嘅身上。作為英超史上最貴嘅球員咧，上場先啱啱開齋嘅佢狀態理應咧就唔應該有太大嘅問題，但今場嘅存在感咧係低到一個好誇張嘅程度。全場咧佢喺對方禁區入面觸球嘅次數咧，竟然同雲迪克一樣，只係得2次嘅啫。3次射門裏邊全部都唔中籠，更加多嘅時間咧，只係喺中線附近度徘徊，等隊友慢慢將個波傳上嚟，但係隊友一直傳唔到個波俾佢。咁當你見到咧，伊基迪基上陣10幾分鐘就已經創造到更高嘅預期入球，甚至乎經捱嘥86分鐘先入場咧，都比佢更加接近入球，你就知道其實佢嘅問題唔係好差，係史諾根本完全唔識發揮佢嘅長處。至於沙拿咧，就牽涉到更加高層次嘅問題啦。咁列納咧就講到啦，沙拿呢啲級數同埋地位嘅球員咧，佢就冇可能會接受到自己長期坐喺後備席嗰度嘅。咁而家都仲算有個非洲國家杯可以做下遮醜布，但係長遠嚟講咧，佢同史諾係一定會出現矛盾嘅。咁沙拿上咗場之後，其實雖然都算幾落力啦，交出咗幾個傳中同埋配合，但係整體嚟講咧，對利物浦嘅進攻咧就並冇太大嘅幫助。講到呢度啦，好多球迷都會問同一個問題：究竟係球員嘅問題啊，定係教練嘅問題咧？咁史杜力治咧就喺節目講咗一句好中肯嘅説話，佢就話佢覺得教練而家根本唔知道自己最佳嘅11人係邊11個。喺陣容上面見到咧，近期史諾就不停變不停試啦，今場就試下高美斯踢右閘，下一場就可能用翻中斯，今場咧就試下沙拿冇正選，下場又塞翻沙拿落去。咁呢一啲調整咧，當然就係為咗尋找最好嘅組合啦。但係當你見到其實對波嘅問題就唔係球員配合嘅問題，而一啲根本性佢出現咗問題，例如傳波嘅節奏啦、壓迫嘅強度或者進攻企位等等，你就會開始明白其實佢唔係揾唔到最好嘅人，而係揾唔到一套清晰嘅踢法。好似今場波咁啦，最令人擔心嘅部分咧就唔係邊個踢右閘，邊個踢中鋒，而係睇到利物浦係完全冇喺 build up 上面有任何嘅設計嘅，只係喺後場裏邊傳嚟傳去，傳到對手都企定定嘅時候咧，先至諗下一腳應該點俾。咁中場線咧就唔敢作出一啲太冒險嘅 risky pass 啦，亦都唔敢傳直線俾域斯或者伊薩，感覺到成隊波咧其實都好驚。好驚一次 risky pass 咧失咗個控球權咧，就會俾對手打反擊。
咁於是就索性唔做啦。咁結果咧就係將個進攻節奏拖到好慢好慢。其實今個夏天買咗咁多新兵咧，理應就係令到球隊嘅陣容有更加多元化嘅選擇。但係而家變成每個人都唔知道自己嘅角色係啲乜嘢，你好難想象呢一隊係上屆攞到英超冠軍嘅球隊，而家成隊波踢出嚟咧就好似街場跟隊咁。企喺場上咧，11個完全唔識嘅人一齊踢波，完全冇默契，完全冇走位配合。咁以上種種問題全部加埋咧，就會令到外界諗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啦，就係到底我哋嘅管理層仲有幾耐嘅耐性呢？如果佢哋認為夏天嘅引援方向係啱嘅，只係教練用得唔好咧，咁其實史諾嘅壓力咧就好快會越嚟越大。咁老實講，呢個就係我自己最唔想睇到嘅結果嚟嘅。市面上咧而家根本冇一個好嘅接班人啦，而且季中換領隊咧，我自己睇到嘅咧就只係申請今季自動放棄嘅啫。咁今場波和咗之後咧，晏菲路已經連續3場冇贏波啦。咁上一次發生要數到去2021年啦，事到如今咧，史諾其實最重要嘅就係盡快調整翻自己嘅心情啦。既然所謂嘅勝利11人都發揮唔到啦，咁不如 keep 住嚟緊一周雙賽嘅時候，大膽用多啲唔同嘅球員去擦出個火花啦。球隊咧就好需要好似伊基迪基、基艾莎、蘇布呢啲有鬥心嘅球員落場，希望可以最後救得翻今季啦。講完對新特蘭嘅比賽咧，咁進入下一個部分啦，就係對列斯聯嘅預測。週末咧，我哋就會作客去到列斯聯。咁其實有一樣嘢咧，我覺得都幾奇怪嘅，就係近排每一隊波咧，就算係排第16、第17、第18都好啦，每次對利物浦之前咧，都會突然間回勇嘅。無論係森林啦、韋斯咸咧，今次嘅對手列斯聯。咁現時英超排名第17位嘅列斯聯咧，週中其實啱啱就喺主場以3-1擊敗咗車路士，成為今週英超賽事裏面最大嘅冷門。其實佢哋近呢幾個禮拜咧都出現咗一個幾明顯嘅向好嘅轉勢嘅。對曼城嘅賽事咧，佢哋早早就落後2球，但係都差少少可以逼和對手。而今次呢一支原本深陷降班區、狀態起伏不定嘅球隊咧，竟然可以喺艾蘭路球場踢出一場咁具統治力嘅比賽。咁無論係節奏啦、侵略性定係壓迫嘅強度咧，都完勝車路士嘅。代表緊啲咩咧？就係佢哋整體嘅表現已經慢慢脫離咗季初嘅混亂啦。而呢一場勝仗嘅背後咧，亦都揭露咗2個好重要嘅訊息嘅。第一就係列斯聯嘅球員信心開始翻嚟。第二就係佢哋開始識得去踢一套有系統、有方向，亦都帶有強度嘅比賽結構。咁從今場波嘅比賽內容嚟睇咧，就有3個層面特別需要注意嘅。第一就係佢哋嘅前場壓迫強度啦，佢哋嘅壓迫咧就唔再係單點式，而係3至4個人一組，由前鋒啦、中場同埋兩翼同時啟動，由禁區頂一路壓到對方嘅兩閘，重點削弱對方嘅 build up 嘅流暢性。咁車路士咧就多次被逼出現咗不必要嘅第二點爭搶，而呢一個正正就係列斯聯想做到嘅效果。第二咧就係攻守轉換嘅速度，列斯聯一搶到波咧，前場3個人幾乎一齊加速，由中路或者左邊路去衝擊對方嘅防線，佢哋就唔會慢慢去組織嘅，而係直接打向個弱點。而呢一種快速嘅反擊咧，正正就係利物浦而家最驚嘅類型嚟嘅。第三就係邊路嘅推進效率啦，列斯聯嘅左右兩邊翼鋒同埋閘位咧，會利用速度、體能同埋膽識去作出個人嘅突破，針對中堅同埋閘位之間嘅空位。呢一個位咧就係利物浦今年最容易失手嘅區域嚟嘅，特別係羅伯遜嘅回防速度慢啦，高美斯嘅位置收得好窄啦，岡拿迪飆波之後亦都未能夠及時回身。又或者係雲迪克喺轉身速度同埋決策上嘅明顯遲鈍咧，列斯聯咧都會利用呢一啲機會去以快速嘅撞牆啦、連續傳中嘅方式咧，不斷去消耗利物浦嘅防線。咁無論係今場對車路士定係之前嘅對手咧，列斯聯都好明顯識得透過呢一個弱點去創造大量嘅威脅嘅。利物浦呢幾場最大嘅問題咧，就係進攻節奏拖得太慢啦，傳波嘅路線不斷要重複向後或者向橫，令到後場同埋中場嘅球員咧就冇辦法製造任何真正嘅壓力。
變相咧令到對手咧就有大把時間企翻好嘅。咁呢一種踢法咧，一旦面對住列斯嘅壓迫咧，基本上咧就係自投羅網。利物浦如果想贏嘅話咧，就必須要喺開賽嘅早段咧，果斷去提高呢個傳球嘅速度，保持前場嘅走位靈活性啦，而唔係企定定喺度交波，亦都要透過唔同嘅快速轉向啦、第一時間傳送等等，先至可以創造到空間俾伊薩或者伊基迪基呢啲擅長走位嘅進攻球員。咁因此咧，今場波嘅比賽節奏快慢咧，將會係利物浦能唔能夠主導到攻勢嘅第一個關鍵。第二個關鍵咧就係中場嘅強度必須要提升啊！對韋斯咸嘅賽事咧，3位球員麥亞利士打、加倫貝治同埋蘇布斯利咧都能夠成功搶斷對方，但係去到新特蘭嘅比賽咧，麥亞利士打就明顯出現咗疲態。咁對方今場有主場之利，加埋上場贏波嘅氣勢咧，咁我就認為今場係特別需要透過體力去加強中場嘅強度，搶翻比賽嘅主導權嘅。咁近幾場中斯後備上陣咧，都為球隊帶嚟唔少嘅活力。咁會唔會今場就俾麥亞利士打先休息，用翻中斯專注去做好上半場嘅防守呢？第三個關鍵就係史諾必須要揾到激活伊薩嘅方法啦。因為伊薩咧就唔係一個識得自己去創造機會嘅前鋒嚟嘅，佢就需要有隊友從兩邊或者中路去拉出一啲空位，然後去交啲致命嘅直線，等佢可以衝擊對方嘅防線。咁呢一場對列斯最令大家關注嘅就一定係史諾究竟會唔會再變陣呢？右閘位置方面呢，高美斯如果體能許可呢，其實都可以繼續正選嘅。雖然佢嘅表現就唔係完美，但係喺穩定性同埋防守上呢，依然係暫時最好嘅選擇。咁希望佢加油頂埋呢一場啦，因為巴特利就差唔多可以復出嘅啦。咁相反咧，羅伯臣嘅企位咧就偏窄啦，而且回防速度就稍為有啲慢。咁今場出翻卡卡斯做正選咧，就睇嚟更加合理。咁至少佢願意拉邊啦，推進速度亦都比較快，可以改善到球隊嘅進攻闊度。咁至於中堅配搭方面咧，雖然隊長雲迪克同埋岡納迪近排都係麻麻地嘅，但係只可以希望佢哋兩個呢一場冇出現啲忽然放空嘅失誤啦。後防線穩唔穩呢？基本上就係取決於呢兩位球員可唔可以喺艾蘭路球場度冷靜地做翻啲最簡單嘅事。咁中場方面頭先講咗啦，希望中斯咧就可以取代麥亞利士打踢個正選啦，然後就鬥後專心防守，就將進攻嘅任務交俾域斯同埋蘇布兩個去發板啦。先講一講域斯啦，其實新特蘭嗰場咧開唔到齋咧，就真係有少少冇運嘅。但係呢兩場比賽就見到佢嘅創造力同埋進攻意識，只係空位唔到嘅情況下咧，好多時隊友咧都浪費咗佢嘅心思。咁連續兩場坐後備嘅沙拿咧，我就覺得佢今場會取代加普嘅正選。咁中間咧，伊基迪基就好明顯狀態係比伊薩穩定嘅，而且佢嘅進攻意欲咧亦都遠高於伊薩啦。咁佢亦都唔係一個企定定等隊友傳波嘅球員，佢就更加願意去墮後攞波啦，或者利用自己個人技術作出突破。咁我相信今場波咧，佢咧就會成為可以改變到利物浦前線嘅重要一員。咁比數方面咧，當然就希望利物浦可以擊敗對手啦，希望可以小勝到1-0，靜靜地贏波。咁我諗大家都會收貨嘅。咁最後鍾意呢一條片嘅咧，記得就 comment、like、subscribe、share。星期六晚凌晨1點半，大家一齊睇波支持利物浦啦！下次再見，拜拜。